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頭條，我是主播小飛。今天是3月27日。首先，我們來關注歐洲聯盟針對中國低價商品湧入所採取的新措施。據《經濟日報》和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RFI 報道，歐盟已同意對所有從非歐盟國家進口的小包裹加徵3歐元關稅和處理費，以壓制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傾銷。這項新政策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內生效。歐盟官員指出，近年來自中國電商平台如 Shein 和 Temu 的低價商品大量湧入，這些商品往往透過小包裹運送，規避了歐盟的進口關稅，對本地零售業造成了不公平競爭。這件事影響可不小。過去，歐盟對於價值低於150歐元的進口商品免徵關稅，但這個漏洞被許多商家利用，將高價商品拆分成多個小包裹寄送，以規避稅金。根據大紀元的報道，比利時海關高官警告，儘管歐盟希望透過這項新關稅政策能有效應對這種低價傾銷現象，但實際效果可能有限，因為3歐元的關稅對於很多超低價商品來說影響並不大，難以真正阻擋其湧入。此外，中央社引述法新社報道，歐盟也與美國在2025年夏季達成協議，將大部分歐盟輸美產品關稅設定在15%。這項協議是在美國總統川普去年對全球發動關稅戰後，歐盟為維繫雙邊貿易所做的努力。這顯示歐盟在國際貿易政策上正積極尋求平衡與保護自身利益，但要真正解決中國商品傾銷問題，顯然還需要更全面、更具力度的措施。接着我們將目光轉向加勒比海地區。據中央社和 TVBS 新聞網報道，兩艘從墨西哥載運人道援助物資前往古巴的帆船，原本預定抵達古巴首都哈瓦那，卻至今下落不明。墨西哥海軍已在加勒比海展開搜救行動。這兩艘船隻是美洲團結船隊的一部分，船上載有食物、藥品、太陽能板和單車等共重14噸的物資，旨在幫助古巴應對近期的物資短缺和全國性停電。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InterNews 在 X 上3月27日的推文，這支美洲團結船隊背後有23個反美組織在秘密運作，並且牽涉到中國的關聯。古巴面臨的困境，部分原因與美國自1月起對其實施的能源封鎖有關，這導致古巴本月已發生3次全國性大停電。多個救援組織曾警告，古巴可能因此引發人道危機。儘管美國已開放古巴斷糧例外，允許民營部門獲得3萬桶燃料，但目前的物資短缺問題依然嚴峻。這次船隻失蹤事件，無疑給古巴的人道救援工作蒙上了一層陰影，也讓外界更加關注這些援助行動背後複雜的政治與地緣關係。再來關注一起嚴重的網絡安全事件。據大紀元和 US News 報道，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局長卡扎帕特爾的個人電子郵件賬戶遭到伊朗黑客攻擊。消息指出，黑客不僅入侵了他的個人電郵，甚至公布了部分他的個人照片和信件，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官員隱私構成了嚴重威脅。據悉，美國司法部官員已證實了這起入侵事件。大紀元進一步報道， FBI 先前曾警告，伊朗黑客一直利用 Telegram 等社交平台對全球的異議人士發動網絡攻擊，試圖竊取敏感資訊。這次直接攻擊 FBI 局長的個人賬戶，顯示伊朗的網絡攻擊能力和意圖正在升級，從針對異議人士擴大到美國高層官員。此外，據香港01報道，中國黑客也曾被指控入侵美國知名律師事務所系統， FBI 也已介入調查。而大紀元亦有報道指出，中國政府的黑客入侵了美國會議員幕僚的電郵。這些事件都凸顯了網絡安全威脅的日益嚴峻，以及各國政府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和個人資訊方面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最後，我們來看美國娛樂產業的重大併購案。據全球快報在 X 上的3月27日推文和 Q3 報道，美國司法部已針對派拉蒙影業與 Skydance 媒體公司的合併案，以及其隨後可能收購華納兄弟探索的1000億美元併購案展開調查，並已向相關方發出傳票。這起高達1100億美元的潛在合併案，引發了業界和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主要擔憂在於其可能對市場競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據台灣 News 和 Peachum Online 新聞報道，此前華納兄弟探索的董事會曾否決了派拉蒙的收購提議，認為其融資承諾不切實際。然而，
隨着派拉蒙與 Skydance 的合併進程推進，這項交易又再次浮上台面。卡車司機工會等勞工團體已公開呼籲封殺這項合併案，擔心其可能導致大規模裁員和市場壟斷。若此案獲批，可能會整合更多串流媒體服務，例如 HBO Max 和派拉蒙加可能合併，進一步改變好萊塢的產業版圖。美國司法部的介入，正是為了評估這項超級併購案是否符合反壟斷法規，以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和消費者權益。華納兄弟探索已定於4月23日舉行股東特別會議，就派拉蒙與 Skydance 的交易進行投票。以上是今日新聞摘要，感謝你的收看，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